3个粉丝。遐个天师青春优嘅作品之一吼，伊今年要得到很好嘅成绩，伊得到嘅金钟奖嘅编剧奖、女主角奖。也喺遐个天师嘅网络上面 YouTube 都會看到英文嘅 subtitle。迄講有機會介紹本我一個嘅好朋友咪做得看，因為當歡喜搶到製作人，然後也去喺度俾請到嘅演員朋友來幫大家回顧一出好戲。无可能签死。真係想要纏到死咩？你都在想慢慢跟我，还不知牙没，然后你吐才被生人啊，我做到鬼找颜色啊弄来，你都在想慢慢跟我，你讲啊！彼得也该服嘅，一定做清楚。强势离婚，手上有一般很娘的。你弄笑，还了解个，绝对无可能离婚。上山看到藤缠树，树缠藤，藤缠它就是你不管怎样，你就是我只要成为夫妻了，我就是我永不放弃，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跟你纠缠在一起。其实是一种很悲的一种心态，对。那可是又借由我们的戏剧里面，慢慢的去帮我们女性的一种那种纠葛的心，把它慢慢有解掉一点点。我就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然后男方跟女方都是二婚。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知道他们俩都很积极的，就是离婚以后都要再婚。但是我有了概念，就想，哇，怎么会有人这么一定要结婚啊，不可能离开婚姻的状态？那我从那个原型开始就想讲几个女性对于婚姻的看法，所以才会有妈妈跟3个女儿的这个架构。那也因为在客台，所以又加入一些客家的这个精神文化的一些元素，所以变就变成这样的故事。哈？你都生意去结婚？无可能，婚姻无好，生意又好可能好啊？喂，喂，妈，唔要讲啦，总讲吼，姜是炒的啦。哎，他们牙的吼，不准春兰面前讲东牙吧。那我们想透过一个家庭里面，就是妈妈的这个爱情是由长女来看，然后二姐又来看大姐，然后妹妹又来看二姐，然后妈妈来看小妹，这是一个从家庭里面的其他成员的这个来看另外一个家庭关系里的另外一个女性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有时候妈妈明明是一个很执着、很傻的女性，在那个婚姻里面，她就是占着那个缺，她硬不走。可是她其实，在她看妹妹的时候，其实妹妹也有某种程度上，她舍不得，就是这个女儿、小女儿也是，其实某种程度上跟她是一样，但她会觉得她很傻，但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蛮吊诡的一个叙事观点。我相信就是命变会好。唉，大摆吃饭的时阵，迄讲到遐，那遐菜哦是从人少加散咗，无甜无素啦。唔管用诶，那喊我现家结婚，现家嫁，也系我责任。时间到咧，最近同佢结婚，用4年了啊，走过起来，人生怎会年难？
我觉得那个时候要接到这种女性，就真的是在讲，它其实是很女性的一个剧本，然后很难得，特别它又是客语的一个戏，然后讲的就是一群客家女性，但又很现代的客家女性。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非常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剧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客家的整个社会是比较保守的。我要结婚了，该做嘛该请来看母姐会。迄廿两只阿姐吼，4年啦，今年唱单顺吼，本年唔免啦，看唔清楚。看不清楚，没关系啊，我的命比较好。今天来这里呢，我请客，要什么尽管拿，我负责帮你们刷卡，因为我的信用最好。我是图书馆职员，然后后来就是跟一个有名的教授老师，就是喜欢他，结果没想到竟然真的跟他结婚。但其实也就是我觉得老大一直对爱情这一块受妈妈的影响很深，对，所以他可能自己都很不清楚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当他进去了以后，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不适应，跟就没办法接受，所以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又跟妹妹的青梅竹马吴灵山饰演的那个角色，对，睡了一夜这样。来，我回南部去了。回去订婚。我们安排了吴灵山跟他这一场意外，我觉得就是一个告诉大家，人生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意外中，对，一直在意外中，包括情感，没错。先陪玉文聊一聊，有什么准备见？可以吗？先进去忙哈。可以哦。老板，哎，里面坐，来，菜准备好了吗？哎，快好了，还没有全部出来，来。他跟我就是很亲，很亲，可是你一直对于爸爸，我看到是一种对爸爸的思念，对，有点，可是对又对，又好像有距离，对，可是你是唯一跟爸爸有联系的人，那我觉得那女儿很可怜。一天下晝唔錯物嘅。你三嫂是暗后啦，可是我变到老海冲浪了。所有女人跟家庭的情感都在一直是重复的，所以我觉得看看这部戏可以反观自己内心的这个情感的状态，我觉得是很疗愈的一部戏，大家可以看一看，尤其这么多平台可以看。